安娜姐姐，附近好像没人耶。没人才好呢，我可不想像上局那样落地就变盒子，赶紧下去捡黄金，然后买点装备。好，没人和我抢，这些都是我的人。我怎么卡在这里呢？给我下去！好呢，下来了，赶紧捡黄金。等一下，这里有个空投，太好了，我要捡空投。居然有人偷袭我，赶紧上车，然后走人。就这枪法还想偷袭我？安娜姐姐，空投那里有人。收到，我听到枪声就过来了，趁敌人在打小洞，我赶紧摸上来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了，直接红点扫射带走。好了，直接补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队友肯定也在附近。果然，直接扫，然后直接补。好了，安娜姐姐，我可以回来了吗？别急，刚刚干掉了2个人，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人。不过时间也不早了，算了吧。像我这么心地善良的人，总不能这么赶尽杀绝呀，对吧？面对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安娜姐姐刚刚的枪法棒棒的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我们赶紧进安全区，走走走。安娜姐姐，这里有2队人打起来了。等他们打到2败俱伤，就是送上门的盒子，不要白不要，我安娜全都要。我们会不会娘啊？哎，做人呐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虽然你不是人，不过有我在，怕什么？看我操作。好。这什么情况？网络延迟吗？安娜姐姐，快扶我起来！好，这就扶你起来。怎么还有人丢燃烧瓶呀？说明还有人呗，不用慌，等你起来，新账旧账一起算。好。还有4个人，看看在哪儿？在我这里，我被击倒了。收到，居然躲在毒圈里，不怕被毒死吗？直接扫。我被捕了。啊！敌人刚刚好被毒死，怪我了。不过我也想不到敌人会在这儿啊。安娜姐姐，你头顶有飞机。我知道，这个飞机就是给剩余的敌人撤退用的，只要上了飞机，他们就赢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当然是不能让他们走呀，我就在这儿守着，谁也别想上飞机。不怕7颗 C4 炸弹，我就不信炸不到你。安娜姐姐，他们打起来了。就是要这样，我继续丢 C4，敌人一定想不到，这波肯定能炸到，给我炸！这啥情况？居然没炸倒敌人，算你运气好。只要我还在，敌人就别想上飞机。安娜姐姐，飞机车你呢？我知道，扛毒打药，这局的鸡我吃定了。再来1瓶。好了，成功吃鸡。屁股，这啥情况？和敌人一起被毒死，我居然是第2名，怎么会这样？会不会敌人也是第2名啊？有可能，不过也有可能是第1名啊。